立法院长韩国瑜昨下晡是头一届主持政党协商，讨论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时间。为着要让新的立委有更较侪准备的时间，各党团是同意讲决定2月20才来开议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了后，5主持第1场政党协商，讨论新会期什么时阵开议。那立法党团头一摆正面交手，民进党团总调吴国昌进前画出倒一个行业拖到2月底才开工。党团拢认同上紧找到上晚16开议，引起关注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表态支持，对16开议无意见，也唔该爱考量敢是和技术人员年假加班。要明天开议，我们也没问题，只是立法院可以准备好吗？我想在国会的议事是有一个国会的光荣跟尊严，很多事情大家必须准备好了再讲清楚。接下来我们还有2天嘛，工作的时间。那过完年回来以后，还有1天的准备，所以我们觉得2月16号开议，在2个因素相互平衡折中的情况之下，似乎是一个比较可采的方案。那我认为是不是大家可以折中一下，就20号，大概差不多1天啦。我们要让新科立委有好好的准备时间。谢谢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，本届新科议会较侪，爱搁较侪时间准备提出20开议，交予议长裁示。韩国瑜表示，互坊间加休困，调野协商同意20开议，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。前2天就要报道，要印资料。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也能够充分的休息，度过年假。我想我们就折中在2月20号开议。各位党团伙伴们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不好？立法院新会期，民众党提出高大领袖23个优先法案，有国会改革、司法改革、媒体改革、基础政治、劳工权益保护法等。针对保护关税罪、吹哨者保护法，吴国昌指出，国民党立委有表达修法共识。国民党洪明凯表示，党团伫新会期聚焦债务违反法是案议题等。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表示，党团会甲行政院讨论决定优先法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